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还是不错的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97%，这个涨幅还不小；深圳成指涨幅1.73%，创业板指数涨1.84%，两市成交额接近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1800亿。这个怎么说？成交额勉勉强强，相对涨幅来说，成交额略微有点胆怯，因为毕竟沪指涨了1%，成交额还没能脱离2万亿额度，而且今天涨跌各半，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那就妥妥的是赚了指数，输了钱。今天上涨的是2880家，下跌的是2388家，基本是一个普跌状态，呈现出是一种叫亏钱效应。今天是券商板块走强，今天胡适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前村长的儿子犯事了，犯了什么事也不清楚。总之他参与胡适的资格给他剥夺了。我们看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很多媒体都是这么报道的，说中金大瓜易成阳从业资格被取消。这个说中金大瓜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之子易成阳从业资格被取消。11月5日，今天一则金融圈大瓜刷屏社区网络，有网友发现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儿子易成阳的从业资格已经被取消了，就是没资格从事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进入也不叫进入，也就是他那个资格给取消了。在易会满被查后，关于易成阳传闻就在持续发酵。查询香港证监会官网，易成阳关于证券交易、证券资讯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的1号牌照和9号牌照都没有了。这里我做过广告，如果你想要1号牌照，你想要9号牌照，这个咱们是有办法帮你弄到的，曲线救国。但是这个易成阳他1号和9号牌照都没有了，也就是无法从事证券交易、经纪、承揽等相关业务，相当于从业资格被取消。此外，有媒体查询香港证监会官网发现，易成阳的这3个牌照被取消的时间是10月17号，也就是易会满被查后的1个月。公开资料显示，易成阳起点非常高，2014年一毕业就加入了知名外资瑞银，所以说瑞银动不动看好胡适，动不动又看空胡适，大家知道了吧？2015年8月从瑞银离职，11月就加入了知名投行贵族中金公司。今天上午咱们还做了个节目中金资本的叫单俊宝失联，看样子这中金资本是真的是一锅端。11月就加入了知名投行贵族中金公司旗下境外子公司中金香港，而中金香港是港股绝对的投行一哥，村长儿子，对吧？这个参与村里面的这个事情的资格被剥夺了。什么意思？我一直说这个村长、副村长、前任村长、前任副村长，一个个的都有问题。那你说这个村还能好得了吗？你凭什么相信这个村能够这个走牛市呢？简直是个笑话还有很多金融投资者梦想着拿着多少万七大姑八大姨的钱再加杠杆，就能实现财务自由，就能怎么样？你看看这是什么个市场？难道不觉得可悲吗？这2天咱们股市波动多多少少受外媒的对AI 泡沫的质疑引发震荡。我在前面节目一直说，因为大家都在争议 AI 到底有泡沫还是没有泡沫， AI 未来到底能不能带来现实的这种收益，大家都在揣测，都在怀疑，所以导致 AI 的估值在上下波动，所以也导致咱们胡适随着这个也在波动。但是今天咱们是走出这个独立的一个行情，甚至这个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还在反弹，能说明什么呢？最近有媒体报道叫有瓜说大模型6小龙里的瑞叫质朴，这不是咱们人工智能吗？大数据吗？那最近有人爆料叫有瓜说爆料大模型6小龙里的质朴内部消息，说悄悄毕业了一波人。什么意思毕业知道吧？马云说的这个毕业就是向社会输送优质人才。刘强东说毕业什么意思就是结业了，对吧？这些互联网大厂裁人，一种文雅的说法叫毕业。那么大模型6小龙里的质朴已经开始裁人了，好些同学前脚还在埋头改 bug
后脚就收到了离职通知。N+1补偿是给了，但着急让你走人。这时间点也很灵性，卡在9月30日。9月30日你们办完离职手续，赶紧走，就不能迟于9月30号。为什么？实际上这个9月30号就是3季度财报截止日，那就懂的都懂了。这个不过就是为了拉高人效、美化报表，给 IPO 铺路。对此，智普官方当然是否认3连，说裁员不实，还强调有50个岗位正在招聘。结果他们的副总裁吴伟杰在社交平台来了句轻飘飘的大实话，说淘汰了不招，岂不是变相裁员？就是你一边在公司里淘汰末位员工，对吧？一边又不招了，那不就是裁员吗？换个说法而已。今年以来，国内 AI 创投圈悄悄掀起一场上市赛跑。4月，智普率先递交 IPO 辅导；6月，MiniMax 被曝筹划赴港上市，江湖传闻6小龙里已有5家都在闷声搞上市，智普算是被市场看好的一位。今年4月就进了辅导名单，有中金保驾护航，最快明年能上科创板。一看账本就有点尴尬，为什么呢？一看财报就确实有点拿不出手。2024年营收3个亿，亏损20个亿，你说这叫什么事？你叫营收一共赚了3个亿，亏损是20个亿。都说技术烧钱，指望后期爆发回血，但有的投入能看到赚钱的影子，有的纯属烧钱听个响。实际上不光是智普 AI 6小龙赚钱压力个个都很大。例如月质暗面的 Kimi， 虽然在长文本处理领域保持领先，但单月推理成本就高达数千万元，在用户付费意愿不高、广告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高成本模式难以为继。年初月之暗面被传有意出售股份给阿里巴巴，就是这个原因。不久前，月之暗面完成了新一轮融资，金额数亿美元，有了钱就能烧一阵子。To C 就是像用户想靠用户订阅赚钱，可月活上不去，收入自然不高。要想拉新，还得砸钱搞营销。To B 呢，就 To 商务，To 企业端，那要么卖标准化模型，要么做定制开发。可有钱的大企业不一定需要的中小企业又预算有限，嫌贵，回款还慢。更别提现在还有 DeepSeek 这种性价比杀手横空出世，低成本高能力，让其他大模型公司的商业化故事越来越讲不通。大厂可以亏钱做模型、做应用、做服务，因为背后有云、广告、电商业现金流支撑。大模型6小龙不行，他们必须自己造血。这方面曾在 AI 1.0 时代被称为 AI 4小龙的商汤、旷视、云从、依图，这些都是前浪死在沙滩上。2016年，这个商汤于2021年港股上市，云从在2022年成功科创板上市。商汤2018年至2024年累计亏损超过546亿，也不多，这个6年间亏掉了550亿。另一家上市公司云从科技2017年到2024年累计亏损45亿元，都一直没有赚钱，7年亏掉45个亿。商汤去年裁撤非核心业务，战略重组后，员工从6113人减少到4672人，新加坡办公室也搬去了低成本区。云从去年传出全员降薪20%，今年核心技术人员张岭辞职，技术核心只剩创始人和副总经理。依图裁员70%，医疗业务基本关停。武汉、西安等地分公司陆续注销。曾经的 AI 4小龙如今已坠落凡尘，所以不赚钱的 AI 公司都是在用投资人的钱做一场华丽的梦。这就是胡适或者打算在胡适上市的这个 AI 的公司的底色，就在烧钱。
这个一级市场烧完钱之后，他不能就这么亏了，这个亏损必须转嫁，而且他们还要赚钱，怎么办呢？必须到二级市场，由散户、由金融消费者来伸出温暖的双手。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金融消费者他需要这样的故事。恰恰所谓的六小龙，人工智能六小龙，不是杭州六小龙，是人工智能六小龙，它正好能提供这样的故事。到底谁需要谁？到底是谁在骗谁？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目前人工智能的一个底色。我今天看到一个律师，这个 UP 主他应该是个律师，他的账号叫胖乎律师，他就讲上市公司实控人割韭菜，怎么割的韭菜？大家看视频。当上市公司实控人与董事会秘书联手，将信息发布变成股价操纵的工具，普通投资者的命运早已被注定。实控人和董秘为保障与信托计划相关的利益，通过精密操控公司利好与利空信息的发布节奏，并配合二级市场交易，推高股价后精准减持获利，最终被认定为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证监会给出2.26亿的天价罚单。我们来看案件。一切始于2013年，孟某作为甲公司时任董事长和实控人，为了确保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向参与发行的信托计划提供了收益保底承诺。他借用丙公司的名义，认定了信托计划的 B 类劣后级份额5378万元，并与信托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合同，以 1.12 亿股票为信托计划提供担保，承诺保证本金和 12.5% 的年化收益。到了2014年12月，8号信托计划即将到期，但是甲公司股价无法满足信托约定的收益，为避免承担担保责任，孟某开始了操纵股价的计划。孟某和杨某操纵手段极为精细，杨某联络韩某发起设立9号信托，受让8号信托的收益权，从而间接持有甲公司大量股份。随后，两人通过控制信息发布节奏和配合二级市场交易来操纵股价。在信息控制方面，他们推迟发布利空消息，集中披露利好消息。这些利好消息推动公司股价连续4个交易日的涨停。在交易配合方面，杨某说服胡某通过增稳2号出资增持公司股票，并多次操控增稳2号增持甲公司的股票。即使在增持数量未达到强制披露标准的情况下，仍推动公司自愿披露增持情况。在股价被推高后，杨某和韩某多次电话沟通，共同设立9号信托的卖出目标价格。9号信托通过连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多次减持甲公司股份。截至2015年8月12日，9号信托将间接持有 1.12 亿股甲公司的股份全部清空。最终，孟某和杨某通过9号信托共获利违法所得 1.96 亿元，而增稳2号证券账户实际亏损 1.4 亿元。孟某、杨某的违法所得为5659万元，其中杨某分得违法收益2599万元。杨某不服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市场进入的决定，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1审和2审均驳回了杨某的诉讼请求，维持了证监会的决定。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孟某和杨某具有明显的操纵动机，吴某为确保不承担担保责任，杨某为获得非法收益。法院认定，通过控制信息发布节奏和配合交易，影响了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构成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本案确立了信息型操纵主客观要件的判断方法，对统一类案处理的行政执法标准、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具有指导意义。信息型操纵市场是通过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节奏，影响和意图影响证券价格的操纵行为。若行为人释放了虚假信息或者控制信息发布的节点、节奏和内容等，影响了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其操纵市场的目的就已经得以实现。本案的指导意义在于明确了信息型操纵的主看官、案件的判断标准以及交易决策对于可以认定账户控制关系的依据。对于这类行为，证监会一直保持零容忍态度，集中打击上市公司与市场机构内外勾连，推动股价暴涨暴跌等恶性操纵案件。以案为鉴，防患未然。律师视角，洞见风险。这个胖乎律师说的这些，咱们在节目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很多事情我都经历过，亲身经历。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经常说。我们再看一看胡一进老师。胡一进老师今天发了一个微博，让我感触很深。咱不是说刨他的根，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要刨他的底，说要刻意的说想知道他住什么地方，这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以前就说过了，
胡锡进老师发的那些微博，发的说在什么地方吃饭，他有的时候也说了什么路，在什么位置，他都说过，我就定位到了，他应该在万达和金地。北京的网友应该知道，大望路、万达和金地之间中间有条路，那路叫什么名我不记得，我经常走，你知道吧？我不记得，我开车也路过那条路，一插还能插上大望路。大望路不是建国路，大望路插到从那中间一个小路，那插上大望路，反正那路挺紧挺挤的，一插到大望路上就能插到叫华贸，华贸不就是最出名的商场，那叫什么 SKP 是吧？总之我记性不太好，就是北京那个最豪华的商场，我有印象，因为以前经常走，那就在大望路地铁站，就在现代城北边往西。就那么一带，我对那一带太熟了。我以前在万达那儿租过写字楼，我租的时候，那万达好像是06年，应该就是20年前。那个时候那地方还是空的，底上的没人，干建设。旁边的叫金地中心，也在干建设。后面那一带叫什么我都忘了，知道吗？西边叫纺织路，纺织路还叫针织路。那胡锡进老师今天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说老胡缩在衣服里。深秋，北京这个时候很冷，深秋实际上已经冬天了，马上就立冬。他说老胡缩在衣服里，穿过街道去吃碗面，路上全是随风飘着树叶。他配了个视频，那个视频我一看，那就对了，我以前说的，他就是在金地和万达之间那条路，老胡就住在那儿。那个地方房价不算太便宜。往北，他那个地方往北那叫什么？一个酒店叫温特莱，叫什么？反正过去叫温特莱，现在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是个酒店。证实了，胡锡进老师他就住在那附近，那地方房价不便宜。你想，北京乃至全国乃至全世界最贵的商场斜对面，胡锡进老师就住那儿。他说缩在衣服里，穿过街道去吃碗面。胡锡进老师这个本色不改，河南人喜欢吃面，面上加个蛋，有喜事加2蛋，没喜事加1个蛋。胡锡进老师经常是不加蛋，寡面。胡锡进老师发表感慨，他说老胡注意到一些部门和机构的发言人回答问题越来越谨慎了，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记者提了个问题，回答讲了原则的话，但与问题基本无关。有些时候这作为一种回避敏感问题的策略是需要的，但这种情况如果多了就值得商榷一下。什么意思？胡锡进老师说实话有点飘了，他最近可能胡适确实赚了一些之后就有点飘着，他就开始对这个发言人挑毛病，他就认为发言人环顾左右而言他，人家问的是 A 问题，发言人说 B 没有问题，说 B 好着。胡锡进老师说这样不合适，就胡锡进老师觉得看不过去了。我觉得不是胡锡进老师看不过去，而是胡锡进老师有点飘了。那些发言人大多出自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如何说话，在舆论场产生示范作用，影响相关报道的面貌。如果那些发言长期过于拘谨，表达空间不断收窄，就会产生很长的影响链。这胡锡进老师就是嫌这些发言人说的既啰嗦又没有说到本质，完了之后还引起误解的意思。本质上就一代不如一代。胡锡进老师对政府的发言人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有网友老是让我谈一谈护城风，正好昨天央视好像又对护城风进行鞭尸。护城风说实话有点过激，没毛病，这叫杀鸡害猴，杀一儆百。也就是说，以后你这种故意撕裂族群，这种贴标签，那肯定是绝不轻饶。而且他把你这个行为跟流量绑到一起，你是在搞流量，制造焦虑。护城风好像没有带货，我对他不了解，因为我不看他节目，我偶尔看到一些切片。我倒是觉得三观问题不是太大，没什么三观问题。但是媒体说，央视说他制造焦虑，故意贴标签，撕裂族群。那这个怎么说？我认为实际上是，舆论还不够开放导致的。如果舆论足够开放，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如果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护城风这种说法，自然会有人打他的嘴巴，会有人批判他，他也得不到更多的认可。为什么？因为有人就会说了，你这是撕裂族群，你这样没有用。这是我认为的。我认为护城风它这种稍微偏激一点的观念思路，它的根基。它的土壤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大家不能畅所欲言导致的。如果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大家都能有自己的想法，那护城风这个理论它就没有市场。它把人贴标签，安卓人、苹果人、高端低端这种贴标签，它就没有市场。
它为什么有市场？那还是因为你还是不够解放，不够自由。我就这么说，就胡春峰如果在美国，他这么贴标签，美国人会理他吗？就是贴安卓人和苹果人，会有人理他吗？就我在想，如果说别人不理他，那就说明那为什么在你这儿有人理，就是成了个事。按理来说，他这种贴标签，大家应该坦然一笑，一笑了之，就像两个大人说话，一个小孩跑过来插嘴，那大人就是笑一笑，或者说你说得好，你说得好，给你奖励一个花生米，一边玩去，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为什么现在一个小孩说话成了一个这么影响这么大？那反过来说明你是你自身出问题了。好，你把胡春峰给他禁言可以，但这问题解决不了，会出来别的风。观点对错其实没什么，甚至夹头言论其实也没什么，我都不建议把夹头给封杀。如果夹头说的不对，应该把夹头反面的那些言论、那些观点，让他畅所欲言，让他们互相拼。CCTV 你就做个裁判，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做个裁判。正因为大家不能畅所欲言，所以才出现这些乱象。我们每个人说话，在平台上说话都要小心翼翼，是不是说中这个了？是不是侵犯那个了？是不是他要告我了？是不是要封我号了？你想想，那大家都小心翼翼，大家都不敢说话，不敢畅所欲言，大家最后变成说场面话，对吧？感谢、感恩、感激，实际上一点都不感谢，实际上就是仇恨。央视还在给网红超市背书，我倒看他背到什么时候。央视给大邱庄，央视给这个华西村，央视给这个南街村都没少背书，背得多了，就我们看他要背到什么时候。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